大家好，又係我哋遠日空間。我哋今日講我哋喺設計時候啲想法。眾所周知，我哋嘅工程質量同用料一向都係我哋最基本嘅承諾啦。但其實更加值得大家認識係我哋設計嘅能力。咁我哋設計師全部受過專業嘅訓練啦，由空間嘅規劃啦、生活嘅動線啦、收納嘅配置啦，去到物料嘅配搭、燈光等等，每一樣嘢其實都唔係靠感覺嘅，靠嘅係我哋多年嚟累積嘅經驗。同埋我哋學習嘅知識，我哋設計亦都唔係單單畫圖咁簡單，真正專業嘅設計亦都包含咗我哋喺成個施工前嘅規劃能力。每一個工序嘅先後次序，我哋都會避免返工改工，同時確保每一個設計細節都可以真正嘅落實。譬如我哋設計，我哋嘅客戶想做簡約風。一家四口有大量嘅生活用品，我哋唔會叫佢減少買嘢。好多時候我哋重新去規劃翻成個分區啦，同埋我哋櫃體嘅深度啦，同時利用我哋一啲隱藏式嘅設計去增加收納量之餘，同時保持成個空間乾淨利落。咁又或者喺顏色配搭上面，有啲業主係中意深色、中意胡桃木，我哋亦都唔會將單純地將間屋變成深色，而係根據採光嘅方向、空間比例同埋呢個質感安排木飾面同埋我哋所有牆身啦、燈光嘅配合，令到成個空間更加有層次，唔會因為顏色太重而有我哋嘅壓迫感。因為我哋相信設計唔單單係令間屋變得更加靚，係由每一張圖紙、每一道工序去到最後交樓，每一個決定都經過完整嘅規劃，確保呢個設計可以真正落地、真正方便你嘅生活。而質量係令你住得安心，設計係令你住得舒服，而再有完整嘅規劃係令到成個裝修過程更加順利。三樣嘢兼備，先係一間真正值得你信賴嘅裝修公司。我哋係遠日空間，為生活帶來更美好嘅可能。遠日空間2027早鳥裝修，新年新生活，即刻 inbox 我哋免費量尺啦！